来这个南北到底要安怎来合作呢？即摆民众党是提出着新的方法，讲打算要找第三方来做民调，民调输者就退选。来听郭文特办公室的发言人陈志涵安怎讲。 我们主张由第三方的公正民调来选出最强的候选人，足以挑战民进党的赖清德，输的退选。如果这样子才能够真正达成政党轮替，完成民主巩固的目标。国民党回应讲，南北合作是大多数民众的期待，各种的建议或者是合作的方式，拢会列入思考。 Hello， 我是林纯佩。想要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或是体坛动态吗？赶快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